111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国中学生组先强编号2号，齐翻成录音。芥菜嘅一生，刘伟研作。木子角阿爸阿妹改嘅菜地，一天时节种嘅长头嘅粉头，天天捉叉搭嘅头里上，香油油嘅，头嘅像吊杠杠嘅样嘅，讲来讲去，下巴又有洋溢嘅比来比去，顺行还有吊菜嘅睇你瓜。铺嘅老菜瓜，食超食唔起。東下頭嘅菜上，又係無窮樣嘅景色。一片係色筍菜、玻璃菜、青花菜，另外一片係包心拍、芥菜、蘿蔔咧。一點一點嘅露水跌到野豆菜葉當行，本一頭長度。佢講緊講唔出有幾正，愛吃唔好食，腐丟丟嘅芥菜，總係咩唔嘅，到底有乜嘅好食呢？係揾做嘅加工品，鹹菜、泡菜、鹹菜乾，愛超鹹嘟嘟嘅，特樣好，特樣好。係揾做芥菜熟咧，係無夾夾個就會面踢。有時節就會講天時好來洗鹹菜，洗一兩日嚟過，所以出暗啲牛，強強嘅切本嘅牛，愛切熟，切牛又出水，皮到加鮮味。沙丁貼芥菜入房，用石頭砸定。阿妹講，驚怕露水會跌入去，請人個用阿鹽餅檢定，個用石頭砸定，將每本野狗野貓吸放踢，也係本大風留阿鹽餅鹽踢。鹹菜房我變到幾日嚟使得到日頭嘅味素，我摘差唔多2到3禮拜。捱悶，也有辦法算準那日做得希望。阿爸講，經驗係真好嘅師傅，愛看天時、溫度來決定那叫好戲。戲鹹菜。要注意今日嘅天時，係要洗泡菜、鹹菜乾，天初要先睇嚟日頭，鹹菜當做得起嚟直接洗。韓國裝好一包一包嘅鹹菜，做唔得洗到日頭，係冇會變色就唔正咧。我屋企嘅鹹菜。係做一擺全部起來嘅，有條嘅自家食，有條嘅送親戚朋友，閒較多嘅係拿來洗泡菜撈鹹菜乾，做泡菜撈鹹菜乾，要撈鹹菜一片一片嘅掰開來，攤平本日頭洗，洗到半皺濕嘅。撈地頭切剔，再撈光一尾切開來，黏乾嘅鹹菜光，我用快嘅隔寫竹機嘅生熱玻璃硬嘅擠起來，硬嘅前面當擠鹹菜米，硬嘅倒泡冰，超做得吸收泡菜發過嘅米，倒泡有1年以上。就做得食咧，也就係泡菜，
割下來嘅鹹菜一味使到全走，讀幾口嘅再個使到特皮酥起來，並1年以上就做得出嚟，呀，就是鹹菜乾。對芥菜變到鹹菜，再變到泡菜、鹹菜乾，每一個時期都做得做無窮樣嘅料理。炒芥菜、鹹菜煮肚湯、泡菜當肉圓、鹹菜乾煲豬肉，都俾人留下深沉嘅印象。芥菜嘅一生真見當精彩。